過去嘅自己。其實就係不停咁樣喺旅途上留下我哋嘅足印，留下我哋對唔同當下你去旅行嘅時候，當下你嘅關係啦、你嘅眼界啦、你嘅記憶，不停咁留下足印，等待自己未來嘅自己去發掘嘅一個過程。咁所以我就想將旅途作為主題去寫呢一本新書。因為我諗一諗，我過去10幾年其實旅途都一直貫穿咗我生命嘅主旋律。因為如果大家唔認識我嘅話咧，咁我就係大學嘅時候我就喺日本留過學啦。然之後嗰時識到我而家嘅先生，嗰時佢就喺英國讀書。然之後我畢業之後咧，我就加入咗一間日本嘅航空公司做空中服務員咁工作。咁所以嗰時我就要每月飛過去日本，再飛去全世界咁工作。咁到而家差唔多10年嘅時間，我都一直咁樣飛來飛去。當然除咗 Covid 嗰幾年冇飛過之外咧，好似一直都係奔波緊，冇一個長期停留喺一個地方嘅習慣，一直都喺路途上面。我最近舊年定前年，即係總之新冠 Covid 啱啱完結咗嘅時候，我好久違咁樣去到 LA。呢個故事我有寫落我本新書入邊。我好久違咁去到 LA。我去到嗰間酒店大堂嘅時候咧，我都冇乜特別。但係當我攞出房卡啊，打開房門，我記憶翻晒嚟。我記得呢一間酒店就係我10年前第一個人自己飛 LA 嘅時候嘅嗰間酒店。因為我記得間房嘅擺設，間房嘅嗰陣噏味，嗰啲顏色好昏暗嘅燈光。咁點解10年前嗰次去 LA 會令到我哋印象咁深咧？就因為10年前咧，我嗰陣時咧係啦，好似我頭先咁講，喺一間日本嘅航空公司嗰度做嘢啦。咁其實咧，平時我哋會香港人嘅話咧，係會同3個香港人一齊加入到一組大嘅日本人入邊做嘢，即係可能3個香港人加7個日本人咁樣去飛一班航班。咁所以平時都會有日本人一齊，平時都有香港人一齊抱團，即係冇咁孤獨咁樣。咁但係嗰次咧，就因為我啱啱完成咗商務艙嘅 training， 我哋叫 business class training。咁我就要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加入所有都係日本人組員嘅 group 裏邊去飛洛杉磯，仲要係我未去之前從未飛過洛杉磯，仲要係做商務艙嘅廚房。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做商務艙廚房呢件事，對於當年只有23歲嘅我嚟講係幾咁大壓力嘅事。就係因為當然我識日文，但係我唔係一個 native speaker， 我唔係太識日文，所以我對於無啦啦去講一句日文，我就要即刻去完成佢嘅指示，其實係好難嘅一件事。